这次嘞，大家好，我是 Dancing Danda。今天呢，我要去台中，대리啊，台中啦，조기 인。 대리啊，台中啦，조기 인。 记得吗？대리我们学过的是今天，啊呢是我，台中地名，啦呢是格位词，조기 인是要去。대리啊，台中的조기 인就是今天我要去台中。那我们要去台中要怎么去呢？好，那如果说我要搭火车去的话，我们可以说나매콜나주기 인， 나매콜나주기 인， 或者是나매콜되네주기 인， 나매콜되네주기 인。 哦，那也有人会说나매콜되네주기 인， 나매콜되네주기 인。 好，那这些有什么不一样呢？나매콜나주기 인是说我要在火车里面，然后过去。好，매콜呢是火车，那낭呢是里面，所以나매콜나주기 인不是说我要进去车厢而已，它是说我要在火车里面，然后过去那边。所以나매콜나주기 인其实就是说我要搭火车过去。好，那매콜되네주기 인好也是一样。대呢是坐的意思，好，所以这跟我们中文的坐火车去，好是一样的。那매콜되네주기 인我要坐火车，然后呢过去，好，那매콜되네주기 인也可以。那有的人会说매콜되네주기 인， 대呢是依止、依靠的意思，就是我要依靠着火车，然后过去。那매콜되네주기 인， 那也有人会讲说那매콜규네주기 인。균呢是借由透过的意思，所以呢，매콜균네주기 인借由火车，透过火车，然后过去，所以매콜나주기 인我要搭火车去，매콜되네주기 인我要坐着火车过去，매콜되네주기 인我要依着火车过去，매콜균네주기 인我要借由透过火车过去，都是搭乘坐火车过去的意思。好，那来叫용，那你怎么来的？你来台中你怎么来的？我搭火车过来，我坐火车过来，我们就可以说나매콜나용와 인， 나매콜나용 인， 好，一样，我매콜나火车里面용 인， 용呢是来，所以我从火车里面来，就是我搭火车来。나매콜되네용 인， 我坐着火車过来。好，那매콜되네용 인， 我依靠着火车，我依着火车过来。매콜균네용 인， 好，我透过火车，我借由火车过来的。好，那所以同样的，只要不是我们自己开，像不是骑车，不是开车，是搭乘，比如说搭船、搭飞机、搭公车，都可以这样子用。搭飞机、坐飞机，我们就可以说남주낭주기 인。 남주是飞机，남呢是天空，주呢是船，好，남주就是在天空行驶的船，那就是飞机。好，飞机航空没有什么。所以남주 낭주기 인， 남주 되네주기 인， 好，남주 되네주기 인， 或者남주 규네주기 인， 都是说我要搭飞机过去，坐飞机过去的意思。那搭公车，公车呢叫做机쥐 랑콜，机쥐 쥐呢是公共的、总体的、整体的，叫做쥐。쥐呢是使用，所以机쥐就是公用。랑콜呢是汽车，好，所以机쥐 랑콜就是公用汽车、公交车，好，就是 bus。所以搭公车去，我们就可以说机쥐 랑콜呢。主题音，或者是机쥐랑콜 되네主题音，机쥐랑콜
된的注音啊，或者是我记住啷块云的注音，都是指搭公车、坐公车的意思。像我们出海，我们要搭船去兰屿啊、去绿岛、去外岛玩的时候呢，要坐船。那或者是说呢，其实是像在曼谷市区，有些时候呢，它会交通打结，会塞车。那如果要去玉佛寺、瓦帕教、卧佛寺、外婆、黎明寺、瓦阿隆，我们都可以选择搭船，可以到萨潘达辛去搭船。刚刚讲到了竹是船，主金好都是船好，所以呢搭船去坐船过去，我们就可以说我主能主金，我主金能主金，或者是我主电呢主金，我主金电呢主金好，坐在船里面然后过去，我主电呢主金，我主金电呢主金，或者是我主云呢主金好，主金云呢。主意都是指坐船、搭船过去的意思。那搭火车去台中，我们在台湾呢可以用 iCash Card 悠游卡一卡通搭火车，然后呢还可以享有那个折扣。我们呢也可以买火车票，火车票的藏语呢叫做美콜紧张，美콜紧张，或者是美콜紧shock，美콜紧shock，紧shock紧张。都是票的意思。那在台湾呢，非常的方便哦，我们可以网络上订票，然后呢到便利超商去取票。那这个票呢，还可以拿来买咖啡买一送一，或者是买 ice cream 买一送一，看各个超商它的优惠，或者是呢去售票机买票啊，或者是去那个火车站的柜台买票都非常的方便。那在印度，除了像那种很短程的那种普通舱的车票，就是一人多少钱，然后呢上去有位置就坐，没位置就挤就站。那那种呢不需要给名字以外呢，大部分的火车票或者是像冷气舱的那种火车票都是要用实名制的，所以在买车票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提供英文的姓名、岁数跟性别。那上车的时候呢，车长呢也会来查票，所以你还必须要出示合法的身份证件，比如说像 passport、driving license 或者是 Aadhaar card 跟 Pan card 这种印度政府核发的这些身份证明，然后呢才可以搭乘火车所以比较麻烦一点。那我们台湾呢就非常的方便，火车票上面呢也不用写姓名，也不用写岁数就非常方便，这样子小小的一张就可以上车了。好，那我们出发吧，一起来学跟搭火车相关的藏语。好，我们现在来到月台，月台的藏语呢叫做 Mekor Babdek。Mekor Babdek， Babdek 呢是让你上下马的那个踏等叫 Babdek， 那Mekor呢是火车，所以Mekor Babdek 呢就是让你上下火车的地方。那有的人他会说Mekor Gugdek，Mekor Gugdek，Gug 呢是等候的意思所以Mekor Gugdek 就是让你等候火車的地方所以Mekor Babdek、Mekor Gugdek 就是月台。แค่อยากจะอยู่ใกล้ๆเธอใช้เวลาแบบนี้กับเธอทุกวันหากวันใดไม่ได้เจอหัวใจสั่นวุ่นวายเธอรู้บ้างไหมมันห่วงทุกครั้งที่เธออยู่กับใครคงทนไม่ไหวถ้าฉันไม่มีเธอก็กลัวว่าฉันจะต้องเสียเธอไปทั้งหมดคือคำว่ารักเธอไม่รู้ต้องทำยังไงให้เธอเข้าใจเพราะทุกครั้งที่ได้เจอเพียงแค่สบสายตาก็ไม่กล้าพูดออกไปยิ่งไกลยิ่งชิดมันก็ยิ่งหวั่นใจเก็บมันเอาไว้ไม่ให้เธอได้รู้แต่ในวันนี้คงต้องพูดมันไปว
ฉันรักเธอ台中奥山大雕开站台中 Next stop 台中อยากจะขอบคุณที่รู้ใจเข้าใจสิ่งดีๆที่ให้มา อยากจะขอบคุณที่สัญญาว่าใจไม่มีวันห่างเหินกับคนหนึ่งคนที่ไร้วันเวลาหมดกำลังจะก้าวเดินจากคนที่เคยเจ็บเหลือเกินที่ใจกลับกลายเป็นเบิกบานผ่านคืนวันโหดร้ายนานชั่วกาลกลับมีคนห่วงใยกันสุขใจทุกวันมีเธออยู่ข้างกายเริ่มรู้จักความหวานกับรักลึกซึ้งหมดใจเริ่มรู้จัก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คืนวันแค่คนหนึ่งคนกับหัวใจให้เธอหมดไปเลยที่ฉัน好，我们来到了台中车站哈，台中火车站。那火车站的藏语呢叫做 Mekor Bapsu，Mekor Bapsu，Mekor 呢是火车哈，那 Bapsu 呢是车站 ，Mekor Bapsu 呢就是火车站，或者甚至可以叫 Mekor Bapsik， 好 ，Mekor Bapsu、Mekor Bapsik 呢都是火车站。那在印度呢，我们会讲 Relay-GC。好，那个 Relay-GC 其实是来自英文的 Railway Station，GC 呢就是外来语，就是来自英文的 Station。好，所以呢，讲 GC 呢就知道呢是Station 车站。好 ，Mekor Bapsik、Mekor Bapsuk， 或者是 Mekor GC， Relay-GC， 那个 Relay 其实就是那个 Railway。好，所以呢 Relay-GC 就是 Railway Station。火车站的旁边呢，就是台中转运站。那我们刚刚有学过呢，巴士客运呢叫做机倔 Langkor， 好，然后呢，车站呢叫做 Bapsi 或者是 Bapsu， 好，所以拼凑起来呢，公车站、巴士站就可以叫做机倔 Langkor gi Bapsu， 或者是机倔 Langkor gi Bapsi， 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电扶梯跟电梯。好，那电扶梯 escalator 跟那个电梯 lift 呢，藏语呢都可以叫 log，log 呢是电，好 ，ge 呢是楼梯，好 log 呢就是电扶梯或者是电梯 log， 好。那在印度呢，因为受到英文的影响，所以电梯呢，其实我们讲 lift 也听得懂，好，它就是来自英文的 lift。好，所以呢，电梯、电扶梯呢都叫做 log。อีกไม่นานก็คงได้เจอ台中火车站外面非常的漂亮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好几排很漂亮的阶梯。那阶梯楼梯呢，藏语叫做 gezek。ge 呢本身就有楼梯阶梯的意思，那 zeg 呢是由低处往高处爬，由低处登上高处的那个动词呢就叫做 zeg。好 zeg 呢是现在式和未来式，那 zeg 呢是过去式和祈使句。好，所以呢爬楼梯叫做 gezek la zeg， 好 gezek la zeg 月正在爬楼梯。Log la zeg 月正在搭手扶梯。好，那爬山、登山，爬到山上，我们就可以说 ri gang la zeg。好 ，ri 是山 ，gang la 呢是在上面，好 zeg 呢是爬上去、登上去那个爬。好，所以 ri gang la zeg， 爬到山上 ，gang la zeg 爬到上面。好，车子快来了，我准备要去搭车了。我机就浪阔了 Jogi。那明天呢，我们要去朋友的店。下一个特辑呢，我们来做跟购物以及呢商店有关的藏语。好。
好，准备去搭车了，我继续浪阔了卓吉营，我们下一集见，这是 Delay。